香港周融 Robert Chow 以資深傳媒人嘅經驗，以獨到嘅觀點同大家分享對時政嘅睇法，絕對值得一睇。歡迎大家又嚟到周融周圍講節目。咁今日咧，我想同大家講下咧，呢個汽車業。咁中國咧而家喺呢個汽車業度已經係幾乎係已經獨佔鰲頭啦。咁但係其實咧，我今日咧就想講汽車業咧個理由係咩咧？就因為咧啱啱去完咗越南。咁啊幾日，咁啊反而最大嘅感觸咧，就睇到好多嘢咧，就都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咁又楞翻落去呢個汽車業度啊。咁啊，其實喺越南有咩睇到咧？我去咗河內啊。其實我發覺喺河內咧，你到咗河內，如果你住咗喺近住舊城嗰度咧，因為舊城咧就係最有風味，所謂有風味嘅地方，基本上咧。到咗嗰度之後咧，每日我行出街咧，有個感覺咧就係，我點解去咗20年前嘅東莞咧？20年前嘅東莞，基本上咧河內咧，落後到咧，其實真係好似20年前嘅東莞啊！車多嗱，車多唔再講啊，但電單車多啊！哇，多電單車到咧，一架。譬如喺街頭咧有10架車咧，肯定有百幾架電單車喺度飛來飛去，迎頭嚟又有即係紅燈，大家停低咧，嗰啲汽車就停低啊，但電單車照過嘅啫，又即係到頭嚟，哇亂晒大龍。咁第二樣嘢咧，當你咁多電單車嘅時候咧，就大家猛咁撳安，嘈到你癲咗。咁啊，仲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地方咧，就喺越南。我哋今日咧喺香港睇唔到啦，喺大陸都唔係好見，就係霧霾，陰霾天氣咧，基本上係灰蒙蒙，哇污糟邋遢。基本上咧就全個河內咧冚唪唥都係日日咧，你望上天咧係見唔到太陽，或者你可以望到有個灰蒙蒙霧後有個太陽啊！你話幾差？你話？咁你又唔係咁，河內差啫，係咪啊？咁又唔係喎。咁啊去咗下龍灣，去下龍灣就已經坐車咧都要坐成2個半鐘頭。去到下龍灣坐咗船出到去海嗰度嗰啲島啊嗰度咧，你望上天又係灰蒙蒙一片嘅。即係換句話講，成個越南咧，我相信咧，喺胡志明市咧就肯定只會衰過河內嘅啫，全部都係咁嘅天嘅。咁個理由係乜嘢嘢咧？汽車嗱，呢個又咁講喎。越南發唔發達咧？越南基本上係唔係一個窮嘅國家，係一個幾富有嘅國家，開始富有國家。咁但係咧，啲亂啊，其他方面嘅嘢咧，就係未得嘅。佢有幾多架車啊？800萬架汽車。咁有800萬架汽車，有幾多架係電能車啊？咁嗱，大家梗係問呢一句咯。28,000架，咁你諗下啦，800萬架車得28,000架係電能車，咁你話個個污染咪幾犀利啦？但係仲未到喎，點解啊？因為咧，佢有5800萬架電單車喎，記住喎，800萬架車對5800萬架電單車，咁。電單車有幾多係電能㗎？200萬。咁你第一計條數咧，就知道，哇，唔怪之咁差。嗱，如果我哋講20年前，去東莞啊，小弟啊，成日嗰陣時去打波啊咁啦。咁其實去到東莞啊，去到高爾夫球場，哇，綠草一片啊，樹木啊咁，但望上天又係都係啲灰霾一片嘅嚇。咁但係而家咧，大家又我頭先講咗啦。去到下龍灣都係天暗暗，冚唪唥睇唔到太陽啦。咁你會知道咧，其實咧汽車業對嗰個空氣污染個影響幾大。咁我係住計下數啊，咁睇下咁喺咁嘅環境之下咧，我就不禁諗到一樣嘢。基本上全球嘅貿易咧，最大嘅咧嘅行業咧就係汽車業。當然咧就講緊一架架做起嘅汽車啦。咁第4大係乜嘢嘢咧？就係汽車零件。咁所以咧就有講咧就話咧，天下間
得汽車業就得天下。嗱，呢個好真實㗎。你再諗一諗啊，歐洲德國、意大利、法國、英國4個加埋，佔咗即係歐洲車嘅即係重要嘅一環。其他啲再細啲嘅啦，我哋唔好理其他嗰啲啦。咁呢個咧已經係歐洲即係由第2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做好多生意，養起咗好多人。好啦，喺美洲嗰方面，美國係全球基本上係一段時間係佢做第一嘅，但係卒之即係輸咗俾日本第2啦，變咗做咁又係咧係汽車業咧係成為咗佢最重要嘅產業嚟嘅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阿福特先生即係講緊係1幾2幾年嘅時候，即係講緊上世紀開始嘅時候，福特已經係即係製造咗即係做咗好多車出嚟，同埋呢個 General Motors 通用汽車佔咗全世界一個好大嘅份量。咁然後先至俾日本過頭。好啦，亞洲大家諗一諗啦，日本加韓國、南韓啦嚇，日本加南韓，基本上又係亞洲，又係即係靠呢味嘢咧，係即係養活自己嘅就係汽車業。但係中國外銷嘅車之中咧，係電能車嘅咧，係已經係 number one 噶啦嚇 ，number one。咁啊，但係點解我哋點解仲有咁多即係電油車外銷嘅咧？因為得1/4嘅咧係電能車，其他咧都係走 diesel 啊，走即係汽油啊。咁但係點解仲有咁多呢啲車出咧？哦，原來係咁嘅。原來咧中國咧外銷嘅一大部分嘅電油車咧去咗邊度咧？俄國嗱，你諗都諗唔到啦，一個好似俄國咁嘅地方咧，可以吸咗你中國咁多嘅電油車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又嚟翻睇一睇咯。你諗下，而家大家全世界都講緊即係呢個空氣污染點樣減低，咁啊一定係話將來咧，即係2050年度咧就要全球咧就冇晒汽車、電油車啦，或者即係呢個diesel車啦，冇晒啦，一定係電能車啦。做唔做到咧？大家就冇得講住，因為似乎嗰個即係增幅咧，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快嘅嚇。但係無論如何，你諗一諗，好似喺越南一個咁嘅地方嗱，慢慢佢會富庶嘅，繼續富庶落去。即係亂啊，梗係有啲亂地方亂啦。但係你一出咗河內嘅話，嗰啲公路係3線、4線來回即係8線嘅公路啊！哇，真係好靚嗰啲路，起得真係好好。不過咧就出咗去咧就冇乜電單車少咗啲電單車喺城市裏邊咧，就冚唪唥都係電單車。咁你大家諗一諗咯，如果800萬部汽車得28000部係電能車，你話將來嗰個增長率係有幾多咧？喺呢啲車嚟講，而家冚唪唥咧，都大家冚唪唥一見到咧，就基本上咧，即係喺河內見到嘅車咧，基本上咧就唔係日本車咧，就係即係德國車，唔係 Benz 嗰啲喎，係即係 Volkswagen 嗰啲喎嚇。咁你中國而家係做緊，譬如比亞迪生產緊咧，就係啲平價$10,000樓下嘅電能車 EV 卡嚇。咁你話啦，將來我哋由28000部去到800萬部，有幾多咧？而家仲有啊，全世界咧邊個生產電能嘅電單車最多咧？中國年產大概200萬部，200萬部。咁你諗下，淨係我哋計條數，喺越南5800萬部電單車，得200萬部咧係電能 EV 電單車。咁你估即係嗰度有幾多生意可以做啦？咁係咪就係中國佔咗鰲頭，做得好緊要咧？嗱，大家咁樣睇一睇咧，就會明白到咧，即係我哋國家做即係呢個製造業巨人啦，唔係淨係講下，唔係即係講下就可以贏。
但係因為你已經喺呢個最重要嘅第一同埋第四全球貿易之中咧，你已經冇咗上嚟啊！咁你話跟住落嚟，我相信冇可能3-2年間即係越南變得咁緊要啦。10年、20年，一年賣幾百萬架車，濕水啦！你咁轉過1年50萬架車，淨係做越南都有排你做啦，係咪？所以你咁樣睇嘅時候咧，你就會明白到咧，即係中國而家企咗個位咧，唔係話我哋自己盲目讚中國叻，而係其實中國已經部署得咧，即係非常非常之好，即係贏嘅機會咧就係非常非常之大。在今日嚟講，有邊個地方、邊個國家唔係講緊話要即係向電能車，其實係即係環保車係走往咧？咁你話唔係啊？當然有呢個氫能車啊，乜啊咁，我哋唔好理。而家電能車或者係電插電嘅 hybrid 啦，即係啲混能車啦，都係即係中國生產得係即係最多。好啊，如果生產電能車嘅咧，中國係生產4輪嘅電能車係 number one， 2輪嘅咧都係 number one， 3輪嘅咧其實都唔係好多有3輪電車嘅，有3輪嘅電能車嘅。不過你估邊度啊？係印度嚇，咁即係3，我哋佔咗2，其實都係好巴閉嘅嚇。舊年2023年，中國咧，如果我哋睇翻中國嗰個即係電能車 EV 嗰個進度咧，2020年咧只係賣咗90萬部嘅啫，但對到舊年咧已經510萬部。你諗下嗰個即係增幅幾緊要？咁未來會唔會即係再上咧？一定會，因為即係國家政策咧就話一定係要即係環保。嗱，如果大家今日即係去到即係大陸嘅城市，即係望下周圍啊，呼吸下空氣啊，你會發覺咦真係喎，即係真係乾淨咗好多嚇。所以我先有話去到越南、去到河內個感覺就去翻20年前嘅東莞，因為啲空氣污染係非常非常之差嘅。如果我哋講下全世界5大嘅汽車生產商，5大汽車生產商，即係電能汽車生產商，第一嘅仲係 Tesla， 2、3、4比亞迪、廣汽、埃安，第4上汽，第5福士，即係德國嘅。你諗下，頭5名我哋佔咗3名，2、3、4，好可能咧到2024年底咧，我哋就過埋 Tesla 頭噶啦。啊，咁 Tesla 都有個問題出現，就係話咧，佢而家即係都要因為要增加佢嗰個賺錢能力咧，周圍炒人。啱咧就喺加利福尼亞州咧炒咗3000幾人，喺德州咧炒咗2000幾人嚇，因為話咧即係啲股民唔 happy 啊，因為由1000幾蚊達到落去，即係剩翻一半。咁而家咧就炒人，就希望谷翻呢一個股價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即係大家要明白一個好重要嘅嘢咧，就係即係 Tesla 做車嗰個咧，因為喺美國做車咧，就係即係同工會傾掂要請幾多人。咁其實佢請嘅人係咪即係比較上多咗人咧？咁因為點解咁樣講咧？因為大家要明白咧，原來即係嗰個電能車嘅構造同埋汽油車嘅構造係好分別嘅。譬如一個引擎咁先算啦，一個引擎咧，一個電油車嘅引擎咧係有200個 parts， 電能車 EV 咧得20個 part。另外一樣嘢好容易出問題咧，就係個波箱。波箱咧，你知咧就大家都明白咧，你要揸車知道波箱咧有最少有幾個波啦，係咪？有倒後波1波2波咁，即係一波3波1波 drive 波啊，咁樣有幾個波。但喺電能車度咧係得1個波嘅啫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換句話講，你越少 parts 咧，越少即係呢個零件咧，基本上你出錯機會越細。你越少 parts 咧，你用得機械人去做咧就越多，亦都係咁樣，因為你唔係喺一個即係美國傳統嘅地方度，汽車工人工會係大晒嗰度咧。即係換句話講，你生產汽車咧就便宜過人家。咁所以如果我哋向前望嘅話咧，
我哋唔係講緊話到某一日我哋贏咗就贏咗，其實唔係嘢，一直由今日開始，一直去到2050或者2070、2080或者去到呢個世紀末咧，基本上中國如果佔咗汽車業嘅鰲頭，我哋國家係會真係一直係旺盛落去嘅。因為大家諗一諗，日本點解旺啊？德國點解旺啊？歐洲嗰啲地方點解旺啊？同埋美國以往點樣旺咧？其實都係一樣嘢，汽車業。記住我今日講嘅説話，即係得汽車得天下。好，今日講到呢度，拜拜。睇完片點少得點讚、關注同分享，簡單幾個步驟，我哋就可以感受到大家嘅支持。